再来关心社会新闻，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互人检举讲11当前伫台南市政府这服务期间涉嫌贪污以及接受业者提供的性招待服务。台南地检署经过1档过6个月调查，认为讲陈宗干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警察终结并且提起公诉。今日考虑到陈宗干从头至尾拢无承认，并且法院甲判较重哩，并且依法宣告褫夺公权。针对这点，陈宗干嘛发出4点声明，讲在无新的事情的情形下，却推翻应该认定，所以呢，真正无法度理解，目前的制度下，只能到法院去证明伊的清白。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因为牵涉14年前骗税风波案件，去年就任这18天就赶紧落台。从我担任这个市议员到市政府的服务，从未被这个检调约谈侦办调查。一个人的人格直接就这个处理掉。虽然过程内底一直强调担任公职这段时间有依法处理，冇按本分，不过经过台南地检署调查了后认定，确实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并于101年12月间及102年11月间接受酒店女服务生提供性招待。侦查结果出来，挂号叫乌哥倒哥的酒店业者邀请陈宗干警职人员编调案，含视听歌唱场所变更使用公定案，同时佫安排酒店的女服务生提供性招待。有害公务员廉洁自持之要求，且其自实否认犯行，犯后态度不佳，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今麦检方侦查结束，提起公诉，考虑到陈宗干自头到尾拢无申请法案，所以建请法院判较重，嘛依法宣告褫夺公权。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